西番雅书第1章第1节。阿文的囝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上主对希西家的元孙阿玛利亚的曾孙基代利的孙古士的囝西番雅讲这的话。上主讲：我要对地上铁底除灭万物，我要除灭人甲精生，除灭空中的鸟甲海里的鱼。我要互歹人绊倒，袂阁起来，要对地上毁灭全人类。上主安尼宣告：我要伸手攻击犹大，攻击耶路撒冷所有的住民。我嘛要对这个所在毁灭还在拜巴力的人，以及服侍偶像的祭司。所有伫厝顶拜天顶万象的，甲遐个敬拜上主、记我咒詛、上时高举神明美丽讲咒詛的，以及背叛上主、无祈求我、无求我帮赞的人，我拢要甲因毁灭。你就伫至高上主的面前肃静，因为上主的日得要到啦。上主已经准备要牺牲伊的子民，要叫对敌来吞食犹大。上主讲：伫现在的日，我要刑罚贵族甲王的证件，以及拢总穿外邦人的衫的。迄日，我要刑罚一切下价互定，互主人的厝充满强暴甲诡诈的人。上主讲：迄日，伫西门有发休，伫新的城区有哀哭，对山顶有山崩的声发出。住伫家的城区的人啊，着哀叫，因为城里人拢会消灭，用银买卖的有钱人拢会受糟灭。迄时，我要伫耶路撒冷额顶敲车，我要刑罚遐个自满自大的人。因想讲，上主袂赐福，嘛袂降灾，因的财物会互人抢去，因的厝体会荒废，因起厝袂当住，财政葡萄嘛无酒通啉。上主的大日子近啦，真近，连边就到。听咧，上主的日是痛苦的日，勇士都会艰苦哀叫。迄日是上主大受气的日，患难困苦的日，大灾难深深的日，黑黑暗暗的日，乌云看目的日，奔扫甲喊话的日，对着要攻击坚固的城，攻击城角的关塔。我要互人拄着困苦，互因亲像失明的人行路，因为因得罪上主，因的血会受摒出，亲像在摒土粉，长啊长度，互人迄甲亲像在迄粪扫。上主大受气的日，人的金银袂当救因，全地会互上主猛烈受气的火吞灭，因为伊会真紧消灭地上所有的住民。